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小问题，看似不起眼，却能把人折磨得身心俱疲，甚至埋下大病隐患。它就是很多人都躲不开的便秘。我每次从美国飞回台湾，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，从不是去高档餐厅，而是直奔夜市小巷，找个小摊子坐下，点一碗热腾腾的面线或卤肉饭，那股子家乡味，吃着就暖心。你看夜市里的老板们，每天忙前忙后，和客人说说笑笑，个个精神十足，劲头满满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卖4层汤的阿伯聊天，我说：“阿伯，您这汤头真是绝了，这才是真正能顾脾胃的好东西。”阿伯特别高兴，说：“先生，您真懂行，我这汤是祖传3代的手艺，专门调理肠胃的。”我笑了笑，看着他的脸色，接着说：“阿伯，您这汤能顾别人的肠胃，可您自己的肠胃好像不怎么听话。是不是排便方面有点困难？”阿伯一听吓了一跳，脸都红了，赶紧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毛病？这情况都好几年了，我常常3天才排一次便，有时候1个礼拜都没动静，肚子胀得像个气球，脾气也越来越差。我老婆都说我像个定时炸弹。我去看西医，医生就给我开软便剂，还让我多吃蔬菜水果，可我越吃肚子越胀，排出来的还是几颗像羊粪一样的硬便，吃药的时候会拉肚子，一停药就又堵上了，真是把我搞得快精神衰弱了。各位听听，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的误区，觉得便秘就是火气大，蔬菜吃太少，于是一个劲喝水，还拼命吃生冷的蔬菜沙拉和水果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80%的人便秘都是这么吃出来的。你以为是在给肠道润肠，实际上却是在给肠子浇冷水，把它硬生生冰镇住了。冬天河里结了冰就没法流动，我们的肠子也是一样。要是身体能量不够，阳气不足，还一个劲吃冰的喝冷的，肠子根本动不起来。西医开的泻药、软便剂更是治标不治本，它只是把身体里的水分强行抽到大肠，让你产生一次性腹泻，看似通了，实则身体里宝贵的津液被一次次抽干，时间一长，肠子会越来越干燥，越来越无力，最后干脆罢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泻药越吃效果越差，剂量越用越大，最后肠子变黑，形成黑肠症，离大肠癌也不远了。今天我就要从根源上把便秘的问题讲清楚，还会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食疗方，在家用厨房常见的食材就能做，不用花多少钱，安全又有效，帮你彻底告别便秘，每天排便顺畅，一身轻松。大家一定要把内容看完，这比你吃任何保健品、任何泻药都管用。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观念，中医看便秘从来不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我们不盯着大便本身看，而是关注人这个整体。为什么你的身体没有能力把这些垃圾排出去？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我把便秘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纳成3种，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。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津枯肠燥，这里的津指身体里优质的水分，枯就是干枯缺乏，简单说就是肠道又缺水又缺油。这就像一艘船在干枯的河道里，再怎么推也动不了，只有把水位拉高，让河道充满水，船才能自己浮起来，顺着水流走。我们的肠子也是这个道理。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喜欢吃烧烤、油炸、辛辣等燥热食物的人，这些食物像火一样会烤干身体水分。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身体机能退化，阴血津液不足，皮肤干皱就是内部缺水的表现，肠道自然也会缺水。刚生完孩子的女性，生产时流失大量血液，中医讲精血同源，血液耗损了，津液也会跟着减少。月子没做好就容易落下便秘毛病。还有乱吃泻药的人，泻药抽干身体津液，会造成药物性津枯肠燥。这种便秘排出来的大便通常是一颗一颗的，像羊粪一样又干又硬，上厕所特别费力，还可能划破肛门导致出血。第二种是气虚便秘，这里的气可以理解成身体的能量和推动力，大肠要把粪便推出去需要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来自气。要是体内气不足，肠子会变得懒洋洋的，蠕动速度特别慢，没力气把垃圾推到终点站。久病体虚的人，做过大手术的人，过度劳累的上班族，还有说话有气无力、走路慢悠悠的老人，
都容易气虚。他们上厕所不是排不出来，而是没力气排，每次上完都满头大汗，累得像跟人打了一架。这种便秘的粪便不一定干硬，但排出过程特别困难。第三种是阳虚寒凝，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肠子结冰了。阳虚就是身体里的火种不够，火力太弱。我们的身体，尤其是腹部需要温度，肠胃有了温度才能正常运作。要是你平时怕冷，手脚冰凉，摸肚子也是凉的，还特别喜欢喝热水、吃热食，很可能就是阳虚体质。这时候再吃生菜沙拉、西瓜、香蕉、火龙果这些寒凉水果，就像往快要熄灭的火种上浇冷水，肠道一受寒就会凝滞，像河流结冰一样，传导功能变慢，甚至停顿。这种寒秘排便也很困难，肚子常冷痛，但用热水袋敷一敷，喝杯热水就会舒服很多。同样是便秘，原因却完全不一样。要是你是气虚或阳虚导致的便秘，还跑去吃苦寒泻药，拼命吃寒凉水果，那就是雪上加霜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便秘越治越严重，因为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。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便秘已有了全新的正确认识。接下来分享一个临床案例。之前我在佛罗里达开汉唐中医学院时，来了一位50多岁的美国太太。她一坐下，我就发现她脸色苍白萎黄，毫无光泽，嘴唇干巴巴的，皮肤干燥，头发还枯黄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有个特别严重的问题，便秘已经超过10年了，看过好几个肠胃科医生，做过各种检查，都说没毛病，就是功能性便秘。医生开了各种泻药，一开始有效，后来就不管用了。我现在每天吃大量蔬菜纤维粉，喝很多水，还是3、4天排一次便，每次都特别痛苦。因为这个便秘，我情绪特别差，特别焦虑，晚上也睡不好，觉得自己活得像在地狱里一样。”我听完他的描述，看了看他的舌头，舌质淡，舌苔少且干，又帮他把了脉，脉象非常细弱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这不是肠子的问题，是身体的油箱和水箱都见底了。”他没听懂，我解释道：“你这是典型的血虚精亏，身体里用来滋润肠道的血液和水分都不够了。肠子就像没润滑油的机器，当然转不动。”我让他停止吃蔬菜纤维粉和任何西药，他紧张地问该怎么办。我说很简单，我教你一个食疗方，每天早上当早餐吃，连续吃1个月再来找我。1个月后他回来复诊，整个人都变了，脸色红润有光泽，嘴唇也不那么干了。他一见到我就特别兴奋，抱着我说：“医生，您真是创造奇迹的人，这太神奇了。”他跟我说，回去后照着方法吃，第1个礼拜排便就从3、4天一次变成2天一次，第2个礼拜几乎能1天一次，而且排便过程特别轻松，粪便成了成型的软便，像香蕉一样。他感觉整个腹部都空了，好几年没这么轻松过，睡眠变好了，皮肤也滋润了，情绪也稳定了。各位，这不是魔法，是中医最朴素的智慧。我们只是用最自然的方式，把身体缺少的东西还给他而已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肯定都想知道这个食疗方到底是什么，准备好记下来。这个方子特别简单，材料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，我把它叫做黑芝麻核桃蜜糖润肠粥。中医讲究药食同源，吃对了食物，食物就是最好的药。主要材料有4样，第1样是黑芝麻，黑芝麻是黑色的，中医讲黑色入肾，能补肝肾，肝藏血，肾藏精，精血同源，所以黑芝麻有很好的补血作用，血液充足了，精液自然就够了。而且黑芝麻富含优质油脂，这种油脂是天然的润滑剂，能直接润滑肠道，增加肠道润滑度。神农本草经把黑芝麻列为上品，说它能填脑髓、长肌肉、益气力，它不只是能通便，还能滋养全身。第2样是核桃仁，我们都知道核桃以形补形，能补脑，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补肾阳、温肺气。肠道需要温度，核桃性温，能温补肾阳，就像给身体锅炉加了把火，阳气充足了，肠道运作更有力。同时核桃也含丰富油脂，和黑芝麻搭配，润肠效果能起到1+1大于2的作用。第3样是蜂蜜，蜂蜜在这个方子里角色重要，在中医里本身就是一味药，它性平味甘，
最重要的作用是润燥滑肠。本草纲目里说，蜂蜜能和营胃、润脏腑、通三焦。它的润和喝水不一样，水喝多了，阳气不足的人会积水水肿，而蜂蜜的润是温和的，能直接被肠道吸收，滋润干燥肠壁，让粪便顺利滑动。很多汉朝古方治疗便秘都会用到蜂蜜。第4样是基底白米或糙米，用普通白米或糙米煮粥，是因为米能入脾胃，健脾益气。我们身体所有的气血津液都是靠脾胃把食物消化吸收后转化来的。脾胃就像身体的中央厨房，要是脾胃根基不稳，吃再多好东西也吸收不了。所以用米煮粥就是在打地基，一边润肠，一边建立脾胃功能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只治标不治本。材料就这4样，具体做法也简单。第一步是泡制，准备好生的黑芝麻和核桃仁，一定要买生的，别买加糖加盐的。把锅烧干，一滴油都不放，转到最小的文火，把黑芝麻和核桃仁倒进去，慢慢翻炒。这个过程叫泡制，是改变食材药性的关键。炒的时候会听到芝麻哔哔啵啵的声音，核桃香气也会慢慢散发出来。生坚果性偏凉，吃多了对脾胃虚弱的人是负担。小火慢炒后，性质会转为温和，香气还能行脾开胃。炒到整个厨房都有坚果香，食材颜色稍变深就可以了，千万别炒焦，炒焦就成了燥热伤身的毒物。第2步是碾碎成粉，把炒香的黑芝麻和核桃仁放凉后打成粉末。家里有调理机、果汁机的话，几秒钟就能打好。以前用石臼捣粉带手心温度感觉不一样，但效果相同。重点是要打得尽量细腻，让油脂和营养能快速被肠胃吸收。建议一次多做一点，比如做1个礼拜的量，装在干净密封的玻璃罐里，放进冰箱冷藏，防止油脂接触空气氧化产生油耗味，有油耗味就不能吃了。第3步是熬粥融合，用平常吃的白米或糙米，糙米营养更丰富。把米淘洗干净，加足够的水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慢熬，熬到米粒开花，粥汤浓稠，上面浮着一层米油，这样脾胃特别虚的人也能吸收。然后把火转到最小，像蜡烛火那么小，舀2-3勺芝麻核桃粉撒进粥里，轻轻搅拌，让粉末和米粥充分融合，再煮2-3分钟，让味道和性质完全融合，变成一碗有药力的粥。最后一步是成败关键，把煮好的粥盛到碗里，别着急吃，用嘴唇碰一下碗边，感觉不烫手，温温的，大概40度左右，再加蜂蜜，因为蜂蜜里有宝贵的活性酵素，这是它润燥滑肠的精华。用滚烫的粥加蜂蜜，会杀死这些酵素，剩下的就只是没灵魂的糖，没一点作用。所以一定要等粥变温，放1-2汤匙蜂蜜，轻轻搅拌均匀。这碗粥黑白相间，温润如玉，吃下去从嘴巴到肠胃都觉得温润，这才是真正能治病的上好粥品。建议大家每天早上把它当早餐吃。早上5点到7点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，是排便的黄金时段。吃一碗粥既能补充营养，又能温润肠道，帮助肠子排出废物。便秘严重的话，建议至少连续吃1个月。它不是泻药，不会一吃就拉，而是慢慢调整身体状态，滋养肠道，等排便规律，粪便形状质地正常了，改成1个礼拜吃2-3次，做日常保养就行。这个方子性质平和，不寒不燥，适合绝大多数人，尤其是经枯肠燥、气血两虚导致便秘的老人、产后妇女，还有长期用脑过度的上班族。除了食疗方，还要配合好的生活习惯。我给大家3个忠告：第一，戒掉生冷，别喝冰水、冰饮料，少吃生菜沙拉和寒性水果，肠胃需要温度，别再给它降温。第二，适当运动，不用做剧烈运动，每天晚饭后散散步，或在家用手掌顺时针按摩腹部100到200下，帮助肠道蠕动，增加腹部气血循环。第三，保持心情愉快。中医讲肝主疏泄，情绪会影响全身气的流动，整天紧张焦虑生气的话，肝气会郁结，肠道传导功能也会失常，要学会放轻松。今天把便秘的问题讲得很透彻，总结一下重点：便秘的根本原因不是火气大，而是身体内部出了问题，
可能是肠道缺水缺油，没力气排便，或是肠子受寒结冰。绝对不要依赖泻药和软便剂，那是在抽干身体。黑芝麻核桃蜜糖润肠粥是滋养肠道的有效食疗方，能补血润燥、益气温阳，让肠道恢复健康运作。要配合好的生活习惯，少吃生冷，多运动，心情好。中医的智慧不是对抗疾病，而是帮助身体找回自我修复、自我平衡的能力。身体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，便秘就是它在提醒你，我太干了，太冷了，没力气了。听懂它的话，用正确温和的方式帮助它，它自然会回报你健康和轻松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帮我点个赞，把视频转发给有同样困扰的家人朋友。一个简单的分享，可能就能解决他好几年的痛苦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经验或提出问题，我会尽量看并和大家交流。最重要的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下一次分享的中医智慧。记住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别随便交给不懂的人。学会基本医理，做自己身体最好的医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